今日教大家如何使用滅火筒。如果見到火警時候，請保持冷靜。首先，我哋喺一啲安全嘅地方揾到滅火筒，拔出安全鎖針，如此類推，拔出安全鎖針，按下操作角，滅向火源，直至火熄為止。除咗一啲滅火筒之外，可以喺呢啲消防嘅商業用品，尤其是喺呢啲網上淘寶啊，可以買到呢啲，例如呢啲警報器啊、滅火筒嗰啲呢。香港係得到立法嘅一個合格證呢，喺網上啊係得到合資格可以購買呢啲防火用品。如果你屋企有可以防止有火災嘅話呢，可以安裝滅火筒，例如呢啲細型嘅滅火筒啦，同埋呢啲警報器。香港係可以俾呢啲買呢啲消防設備嘅。如果你哋知道點樣用滅火筒嘅話呢，可以試下用嘅。但係如果有火災時候先可以用㗎。如果你哋唔識用滅火筒，想同埋知道多啲資訊嘅話，可以上去消防網站，尤其是喺 Google 試下揾下，尤其是喺呢啲消防處嘅 YouTube 影片可以睇下更多資訊。